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在起新闻，我是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看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叫判刑判20年。后生就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死亡宣判，会想办法更加老爸救出来，也呼吁英国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这中国外交部是表示讲，这案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内部事务，外国是无资格来讲话。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初9号香港特区高等法院重判20档，伊的后生黎宗允接受媒体访问，而且开记者会，强调老爸78岁有心脏的问题，体重已经减10公斤。国际研究会关注黎智英的健康恶化，甲监狱内底的处境。President Trump, which has said that he will free my father, something I've been incredibly grateful for. Keir Starmer that said that closer relationship to China will mean that we can have more dialogue with them. So my father's case is the test. I'll keep fighting for his freedom. 人权团体谴责这个判决，讲等于是判死刑，而且甲看作是香港新闻自由衰退的代表。联合国谴责判决，要求随撤销甲放人。The verdict should be promptly quashed as incompatibl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he broad scope of collusion with external forces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cluding through conspiracy charges, puts at risk the legitimate activities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nd journalists. 中国外交部表示，黎智英是反中乱港系列事件当中主要的策划者甲参与者，伊的行为严重冲击到一国两制的底线，所以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有关的司法案件纯属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香港法治，不得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有英国公民身份的黎智英，互人指控倒空外国势力，甲发表煽动的言论，伊否认所有的指控，而且甲法庭表示家己是政治犯。发生社伫香港采访的时，受访者无希望公开出面，对黎智英重判表示无意外，无碰过日报这新闻嘛变少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过来看日本首相塔加之带领的自民党伫咧即届众议院大选内底大赢。伫咧这记者会，搁再表示讲会保持开放的态度，甲中国来对话。その上で日中間に懸念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意思疎通が重要でございます。で我が国としては中国とのさまざまな対話についてオープンであります。で現在もさまざまなレベルで意思疎通は行っておりますので、今後とも意思疎通を継続しながら、ただし国益の観点から、冷静にそして適切に対応を行ってまいります。塔加之表示，未来重点会放伫咧宪政改革、提早修改安保3文件。新任讲这自卫队就是正式军队，准备3月要访问美国，甲川普来见面，推动日美同盟。因中国是搁再出声，爱塔加之收回台湾有代志的言论。因为日本首相塔加之带动自民党即届大赢，那看民调是受到真侪中间选民甲少年族群的支持。有学者是认为讲，塔加之继续加强甲台湾、甲美国的合作，不过对中国的态度若是受过硬，可能就有风险。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自民党门口宣传海报也未复贴，点悬的首相高市早苗甲票语口号，都是这届选前的大功臣。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当中拿下压倒性胜利，中间选民和年轻族群的支持率是影响选情的一大关键。根据出口民调，差不多4成的中间选民伫小选区投予自民党比例上悬，比例代表自民党包办所有年龄的第一名，甚至愈少年人气愈旺，18至19岁有超过4成投予自民党。高市首相の人気の高さが原因だと思います。高市さんは非常に日本初の女性首相ということでフレッシュなイメージ、これまでの政治を変え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そういう期待が有権者から持たれていた。比起高市早苗造成影響，在野黨中道改革聯合2個男性傳統政治人物，看起來是較無進步。另外，高市早苗的保守路線也吸引選票回流。無党派層かなり自民党に向かったと。それから保守層の割合もかなり自民党に向かった。つまりこれまで参政党や保守党に投票してた人も自民党に向かった。在選舉大贏了後，高市早苗有希望維持長期執政。外交方面，學者認為，台日美的合作關係會更加好。
アメリカや台湾、それから他の国々、民主主義の国々とも連携を強化すると、やっぱり中国としては軍事力、外交力、劣勢になる場面もある。ですから戦略を変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安怎甲高市政权制接。另外一方面，日本也想过强硬，也有可能帶來風險。例えば憲法の改正とか、あるいは核兵器に関する議論もですね、出てく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そうするとやっぱり中国側としても日本により強く対抗してくる可能性もあります。リスク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ね。高市的立場予部分學者會煩惱，不過無論如何，選舉結果反映民意。日本人選擇行什麼路線，看選舉實處都會當攏了解。公視國際記者施旭做日本東京報道。關心天氣，氣象署是繼續針對全台灣的16個縣市發布低溫特報。透早上低溫伫咧花蓮的鳳林，敢若7.3度。咱來看溫度。今日各地溫度回升，不過早時甲暗時溫差也是真大，有可能閣再出現10度以下低溫。西半部的高溫是23至26度，東半部是23度，各地攏是濟雲好天。敢若東北部甲北部的山區、恆春半島會落雨。明仔閣有一陣鋒面的通過，東北季風真強，東半部地區這天氣會較無穩定。繼續來看，有民眾伫咧高速公路頂懸吊車，因為嫌講這拖車的費用2400塊收貴，倒甲去沿路塞落去高速公路。業者強調講，這收費攏是公定的。警方嘛表示講，這當事人各種的三角標誌，囥甲收金會甲罰3000塊。遠景叫車各種的駕駛緊剎車，因為現場是佇國道8號東向安定路段。畫面中的查甫人親像不滿拖吊車業者所報的2400拖車費用，家己甲車為中線塞去路徑了後，佫一路塞去15公尺遠的平面道路。危險，我們後續還停在他後面協助他警戒，怕後面的車要撞上來。如果是用拖的話，高速公路用拖的話是1500啊，然後用載的是就加900，這樣就2400起跳。拖吊業者無奈講，當時有解說收費標準是按照中央規定的辦法，也是去互對方辱罵。不過車故障停佇國道，為了安全，拖吊業者也是協助警戒。擺設故障標誌距離僅約10餘公尺，不符合車道上應距離100公尺之規定。雖然駕駛也是乘客甲故障的車塞去無妨礙交通的所在，照即賣法規無違規，不過駕駛無隨剎車，而且囥故障標誌離傷近，敢若差不多10公尺，已經違反道交條例。高速公路上車來來往往，就是高速啊，我覺得太危險了，還是要顧慮到其他駕駛人的安全，自己的安全也要顧慮到啊。會當互駕駛比較的，就是高公局原來有公告收費的標準。一般小客車里程數10公里以內，底盤比15公分較懸，新車價值比200萬較少，收1500拖吊費。賣看情形收現場作業費900至4000不等。依照車衝起山坪，也是坎卡後輪破去加底盤、特殊車等3種類別收費。民眾煩惱收費無透明是會當理解，啊毋過國道車速緊，也是建議安全較重要，和專業來協助。記者採訪報道。來看今日早報重點，先看自由時報。交通部調查，去年1月到10月，14歲以下少年囡仔交通事故死傷人數有到14000人，其中濟人機車死傷的有到7292人，佔每一半。再是聯合報。教育部上新招老師的公告，全國目前有欠超過1200名代理的甲代課的老師，正式的也有欠將近200人，其中台北市欠上濟。最後是中國時報，最近有袂少人攏會出國要減肥車轉來，醫師提醒講，美國的不良事件通報2年來已經增加8倍，那麼經過醫師的評估，對家己烏白字恐驚會傷身體。繼續來看，德國航空這個禮拜有一架飛行機要起來通機場的時，這鏈啊煞熊落去，連帶去影響到後壁3座航班。這機場的塔台佇10分鐘內就收到3條上緊急的美地討救信號，加在最後是攏總平安，無造成嚴重事故。正邊的鏈落去佇做檢修，德國航空這台班機佇初八下晡降落通機場的時陣，煞發生鏈落去，袂少機頂的旅客攏有看到這樣危險的時陣。
机场公司是随暂停北跑道的起降，维持单跑道运作，搁开始巡检，因为拄仔是航班较济时阵，嘛出现突发状况。Viva 3902 Mayday Mayday Mayday。机场跑道受到阻碍，真侪台飞机被迫伫空中时无法度降落，结果引起连锁反应。包括中原航空、香港航空三大航班伫10分钟内发出上紧急的Mayday求救信号，飞机的油挡无15分，福甲载三大班机顺利引导，到尾是平安降落，无造成事故。拢总有12个航班受影响，前延差不多20分钟内。如果在那个班机上的话，会担心？当然，怎么说？也会担心他那个出现意外啊。一定会担心的。对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到底多久才会那个降落啊，但是这个燃料到底够不够？针对这位航空事故，捌影响桃机的运作，佫出现连续三大航班向塔台求救的罕见情形。机场公司表示，依照航空器失事加重大意外事件调查处理规则，通报民航局标准组，交通部也佮云南会等会持续配合相关单位调查原因。一般我们飞行员会叫 Mayday 情形来讲的话。就是指已经时间它在空的话，再过15分钟，不管是4引擎、2引擎、3引擎的飞机，所有引擎都会熄火，因为没有油。云南会表示，调查了后，确认当时中原甲香港航空三大航班降落的时阵，备用油拢比最佳备用油量较济，无下国际民航公约的重大意外事件列举范围，所以未入案调查。民航局回应，这位航空是外国籍，若是云南会无入案，就会以航空器所属国家主管机关去调查。若是三个航班敢有符合规定发Mayday这个信号，已经开始调查。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紧，我来看泰国大选是甲民调完全无同。原本真有赢面的人民党无选赢，颠倒是保守派泰自和党，也就是现任总理所带领的党大赢。这泰国未来政治的局势是安怎变化，嘛引起众人的关注。泰国人民党的支持者掠电视紧紧看，人民党伫咧各地进书，因失望的心情嘛，唔知要安怎讲。泰国大选的结果出来，现任的总理阿鲁丁带头的泰自和党大赢，原底第一大党人民党尾也是排第二。甲2023年选举的结果来比，泰自和党增加100多个席次，人民党失去30多席。若若将总理踏去新的政党为泰党，是失去大量的票源。They kind of like formed the coalitions with the elite and establishment, while surrounding these, reasons, especially nationalist sentiments against the Cambodian,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then militaries became one of the supporters of these elections, and you probably could see all the conservative side perhaps back up Phumjat Party this time, so it kind of helped them emerge from third or fourth party from last elections to the first party this time. 虽然大选的结果甲按算的无共款，不过要求制定新宪法的公投是成功超过半数，让泰国的未来增加一点仔改变的可能性。This is only the first step. We still have to do another referendum when they have the draft, the real draft, afterwards. So basically, the referendum will give a green light to the coalition parties or the parliamentarian to start the debate about the draft constitutions in the future when the parliament is open to the debate. 在美中竞争的情形之下，泰国新政府敢会依持英国的惯例？坚持两边拢巴结的外交方式。When he assumed his position as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he actually talked quite a bit about foreign policy. For example, Thailand as a middle power, a space for different interests to meet, right? A place where could be a middle person to talk to both sides. This narrative started to fade once Thailand clashed with Cambodia, and he became more confrontational after that. 泰国大选顺利落幕，虽然泰国的政治版图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动，但仍然维持着3党不过半的态势。
由泰自豪党所领导的保守阵营将如何在未来60天内组织一个联合内阁？面对国际情势的剧烈变动以及美中角力战下的拉扯，这都是未来执政者将要面对的难题。公司国际记者杨志强，泰国万国报道。美国总统宣布讲，一定要甲格陵兰摕到手。有丹麦工程师就开发出一款反制美国产品的手机软体，这翕相就会当知影讲，敢是用到美国货。不过专家是表示讲，就讲 iPhone 甲 Microsoft 拢是美国货，若要讲袂用到，是应该是无啥可能。在超市的时阵，用手机扫一个，就当知影讲你买物件是对倒一个国家来。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据特辩讲，不管是买也是其他手段，一定要摕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和丹麦民众正受气，大家上街头抗议。有一位工程师就开发一种叫做 Medometer 的 App， 和消费者袂去买到美国的产品，共同抵制川普甲美国，和买菜买物件变做政治化。这个 App 正紧就被去丹麦应用商店排行榜第1名。You can now take a photo of several products, and it will analyze. So here you can see that this is Coop that creates this, and for Sunderly it's Cool AS. So you can see which ones it has identified, which ones are safe, and which ones to avoid. You can say, I don't want US products, I want only made in EU. 这个 App 伫2005年3月上架，一开始真侪人下载，不过尾啊使用率下降，规热天只敢便是500张相片。不过伫川普的格陵兰言论出来了，下载率阁创新高，3天就3万人次下载，分析7万多张产品的相片。1月23，川普伫咧接受访问时阵讲，美国将会得到伊想要得的一切，要摕到格陵兰领头美军基地主权。Medometer 这讲的产品扫描次数就要加4万遍。So because of Trump's politics, of course we do boycott, but we don't know all the American goods. So it's mostly the well-known trademarks. I think it's, because of Trump, which is, of course, a very unusual president. I don't think we should protest that way. 除了 Medometer 以外，也有一种叫做 Non-USA 的 App， 下载量已经超过10万遍。在上高峰的时阵，每分钟会收到526件需要辨识的产品。根据哥本哈根大学经济学教授的研究，其实丹麦卖美国产品真少，大概只敢占所有产品的1%到3%。真正上侪丹麦人用的是美国的科技产品。像是 Apple 的 iPhone， 也有 Microsoft 的软体，而且这款反美国的 App 也拢是对 Apple 也有 Google 的应用程式商店内面下载。公司新闻深入会编辑。也那因为全球暖化关系，格陵兰今年冬天是出现有史以来上高温，嘛造成大片海冰甲冰雪拢总扬起，对当地产业甲生态是造成真大冲击。格陵兰以前伫咧冬天时阵，规拢是冰雪，不过今年天气是较烧热，1月也个创史上上温暖的摄氏0.2度的记录，比过去平均悬要加5度。温度升高的速度是全世界平均的4倍，海冰遍布雪扬起，传统人承受影响。Normally, the shields are on the ice or on the more calm waters, but today we had to sail all the way into the fjords to find them because out there it's too windy and the waves are too big. 无稳定的冰雪，人就会生存更加亲密结关。要掠海拔变得较危险，若要掠，互人讲是北极热带温流大旱峡谷，事情也会搁再拖较远。It will affect our economy a lot because this time of year there's not much to hunt. 冰雪扬起也影响格陵兰的日常文化，就是用狗拖的赛车。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snow as you can see here, and it's a lot harder to go out dog sledding because it's a lot of bumpy and we cannot go to places like we used to do this year. 真侪赛赛车的人，因的收入大部分拢是靠冬天这阵啊，会当小可讨赚一寡。这摆的暖冬，那是影响传统，也影响人的生活。We have only 4 months to earn money, but now we have maybe only 1.5 month
to do that if the snow is coming and the ice is coming too. 暖化造成海水温度升高，改变生态，也一定会损害格陵兰正依靠的渔业。不过相对来讲，今年冬天因为天气冷，也个运输困难，成本较高的矿山开采，即马煞因为天气较烧热，变做较方便。不过，伫咧战略价值进一步提升了，恐惊会引起日强时国家笑伤。格陵兰这个暖化领先全世界北极前线，被迫徛伫咧转型的上车路口，爱正振兴细腻。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以色列总统赫佐格访问澳洲，引起大规模抗议，指控以色列攻占加沙走廊，现场发生严重冲突，尚无15个人被抓起来。孟加拉甲美国谈判顺利达成协议，这关税会当降到19%，若是用到美国布料、车衫车出来新品，搁送转去美国，就会当免关税。国际移民组织表示，有一只载55个人移民船伫咧利比亚附近变起，尚无53个人死亡，也是失踪。继续来看日本的亚马库吉海底矿场，伫咧1942年时有发生重大意外，最近是当咧进行挖围骨的工作。最近却传出讲有一个台湾的唱水人员伫咧唱水落去时出现上述中毒的情形，究竟渡水死亡。救护车一路拼去到现场，工作人员把宜兰唱水管带转来岸边。日本山口县乌堡市海底矿场的遗址，初期咧挖围骨的时阵，煞发生意外，有一个台湾姓市的唱水管不幸过往。本当に残念なこと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ご冥福をお祈り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根据了解，初七早起11点外，姓市甲2个泰国籍的唱水管拢总3个人，做伙为排水排气的管线唱水落去。后壁的唱水管发现伊修了真慢，伫咧水底差不多32公尺深的所在出现救紧的情形，送病院要是救无倒来。初步研判，这个姓市的唱水管是上述中毒，才会救紧渡水。正常我们在地平线的时候是个大气压的话，我们大概身体都可以适应。那等到我们越潜水下去的话，我们的氧气虽然说正常的氧气是20%嘛，可能它在大气压再乘上去，分压会增加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受不了。在水下呢，每下潜10公尺，环境压力就会增加1大气压，所以在30公尺左右，人体在当下所体验到的一个大气压力已经是水面上的4倍了。那这些分压就可能高到超出人体的一个安全范围。专家解说，唱水的深度若愈深，就会大大增加气体混压。当当血内底送输的量伤济，就有可能会引起中枢神經系統的中毒，引起包括抽筋、頭暈、喘氣有問題，甚至目睭病變等等的症狀。其實，在每一次的潛水，我們都會執行所謂的潛水計劃，就是我們要到多深，所以我們的氧氣濃度的配置是多少，我們是有規劃的。對，那這一次不知道是哪一個環節有問題，才會導致氧氣暴露值過高。這個姓市的唱水員，伊的好朋友嘛是唱水教練。伊講，伊唱水落的時陣使用的設備，叫做循環水器，佇水底會使調整上訴的混壓或者是高度。不過是啥物款的情形，致使上訴混壓傷懸，要需要日本官方進一步來釐清。記者綜合報道。我來看有嫌犯對越南走水路走私毒品來台灣，才叫移工待佇山區，甚至是公園內底，但團起互要買毒品的人。警方目前有抓到16個人，移送法辦。地勤警察弄門提盾牌戒備，攻入去賣毒的所在。調查半年外，發動12間搜查，掠16個人到案，查扣持達上億的毒品，也閣有贓證物擺歸桌面，有各種的大麻製品、毒郵票、4盒仔等。警方查出毒販仔專程攏無實際見過面接觸，就完成交易。他們分別在雙北地區、桃竹苗、台中、彰化、高雄等地。透過藏寶埋寶的方式製造斷點，也是有。在新竹苗栗較熱貼的山區，用手挖出幾落地大麻，攏是海運走私來台。專案小組調查4例的假袋造成賣毒集團，透過佇台灣的移工將毒運去山頂先帶起來，閣換正濟所在，到尾大膽帶佇市區的公園，全台灣攏有。
大家的毒品买卖拢靠 Telegram 协谈，嫌翻翕台独地点的影片，互买主家己去提货。双北市有真侪公园，像讲光复建业公园、海港公园，甚至有囡仔伫佚佗的塔城公园，拢有带毒品。其中台北市公园处回应，伫案发地点加强巡查，若发现各样，拢会随通报警方。就是会觉得不安全，感觉这边好像很多这样的交易，大家都不敢过来。我不觉得这会造成一般民众治安上面或是人身安全的问题，因为那是他们自己交易。不法集团靠真秘密的通信软体，用加密货币伫买卖，就连交会都无见面，用科技来辅助，相对查达到2年的时间，即马才去互人掌着。面对多元的卖毒手段，后续要安怎有效打击，嘛考验执法单位。记者采访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中华大川有业者要伫咧山坡地起一座15公顷的粪扫场，这是引起在地不满。讲伫咧保育区附近，阁是水源地，根本就是破坏生态，恐惊造成污染。双轮滚蛋！双轮滚蛋！开公听会进行，中华大村乡和平村的村民表达强烈的不满。葡萄者拢是爱食地下水。一旦地下水若叫污染了，阮大川的黄金产业实在拢无效去啊！相伦工程公司安装伫咧大村乡，伫北挂山区的一个山坡保育地，设需要废弃物暗卖场。最高下昼开工听会，因为当地民众大部分拢是用地下水，这个有定地国湾水源地，村民担心水源会受污染，也影响在地葡萄产业。团团主张中华无险废弃物处理厂这项开发无正当性。我们已经帮忙处理很多的外县市的事业废弃物了。那今天为什么又要在八卦山这边设置一个这样子的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完全没有收受有害事业废弃物，完全没有收受有害事业废弃物。相伦公司强调未收有害的事业废弃物，也会做好污染防治的措施，掩过村民坚持会议无效。环评委员甲环保局进行遥起会场会勘，环团讲，这个开发案面积15公顷，每年处理量0 10万吨。当地毋但是伫咧中华的活动断层，而且附近拢是山冷的山石土壤区，除了山所在有问题，用地有超过8成是中华县农会土地，这个农会包庇厂商。那县政府他如果同意核发许可证，那其实县政府都同意了啊，我们其实也不是专业的人，然后我们只是土地出租，那应该是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针对居民的意见或是委员各个不同领域他们的专长啊，他们的关心的部分去做去评估了。官府讲会依照规定审理，公听会也已经完成，将会建立二阶段环评的实质审查。官农会强调，这是活化资产，而且会要求厂商只敢来当收一般事业废弃物，民众是要求爱撤案，若无会继续抗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咧南投的民间嘛要去焚化炉，自救会昨是去到环境部的门口来抗议。讲规个南投县就干那2万吨的粪扫无地烧，即马煞讲要起一间烧16万吨的，只要粪扫减量一成，就无一定需要这个焚化炉，嘛呼吁环境部来严格来审查。守护民间好山好水。时代力量甲南投民间反焚化炉自救会在地乡长甲几个民间团体早起去环境部头前召开记者会，发口号表达诉求。讲南投一年处理袂掉粪扫，干那2万吨，政府煞坚持要起一个会当烧16万吨的焚化炉，呼吁环境部要依法严格审查。我们诚挚希望中央环境部负起应负的责任，要对全台的焚化炉互相帮忙。一方面要求南投县做好源头减量、资源回收详细分类。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垃圾量1天260吨。如果真的用心减量的话，一天的垃圾量会降到200吨以下。再加上现在的垃圾转运，其实我们民间乡南投县是不需要焚化炉的。时代力量讲，南投粪扫的回收率有真大进步的空间，只要规个县减量10%，效果就等于是省一座焚化炉。民间团体认为讲，南投地形4面环山，空气扩散的条件歹，是全国上界无适合起焚化炉的所在。南投它
一年需要外运处理的也不过就是7、8万吨而已，这样子还让南投去盖焚化炉，等于说让我们这个国家的焚化炉会过多，大家都不想要做减量。相关的意见我们会请部里面全责的业务单位好好的研析。环境部派人接受陈情书。南投民间起焚化炉的议题要持续引起讨论。总统赖清德初7去南投助选，嘛主动邀请反焚化炉自救会甲环保团体入场来တင်情，强调民间种地面积是占全台湾地米产值差不多35%，是需要保护的重要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年底就要选举啊，不过业者是表示讲，今年的选情有较冷，目前做选举看板的甲较早比起来，减要4成。对林地交流道一路驶去市区，过去选举年街头巷尾定通看到选举拜年的扛棒，却准煞颠倒减真济，甚至写真大字的广告出租。实际观察，目前多数都是新人，为了争取选民认白，陆续挂竞选广告。若若争取连任的议员，扛棒设的比例较低，民众认为候选人平常时敢有落实选民服务，这是重点。可能过多，好像也会觉得好像造成反效果，我觉得他好像砸了很多钱在这个上面。可是这个人有做事吧？我觉得我比较重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看他的看板数量啊，到底放了多少啊，还是怎么样之类的。过年前挂上看板呢，是希望说我们有一些从外地回来过家乡过年的学子呢，我们借此提升嘉隆的知名度与曝光度。台南这阵历年状况真明显，真侪连任的议员讲，参新人比加深选民印象，连任较无大量设看板的压力，互乡亲感受到用心，这是重点。广告业者坦白讲，今年竞选扛棒工课量平均过减4成，除了甲民进党初选期间提早有关系，加上年节厂商收件有时间期限，上大影响是政府近来加强处理违规、结果不安全的扛棒，相对对数量嘛产生影响。现在就是电视墙多出来，然后有一些几乎都是用媒体广告了。因为这种的整顿其实做起来违规拆掉的很多啦。那民进党确定由立委陈廷辉参选后任市长，整体扛棒数量下降，参选人有缘有无共看法，无共派系议员落尾要参选挂这会，嘛引起讨论。未来也会继续跟林俊宪委员的看板摆在一起，但是现任的最重要的，我也会推出政策型的看板。2026我们一定要赢，不是市长赢，是议员也要赢。而且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坚强的团队，共同打拼2028。虽然目前扛棒有较少，不过厂商认为议员参选登记期限结束，确定赢参选人才会开始竞选活动的安排。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根据国健署的调查，全国平均每3个人就1个人会接触到家庭的二手婚。有医师就分享案例，讲这囡仔扫袂停，才发现讲原来是因阿公拢伫咧厝内食薰，去刺激到囡仔的气管发炎，就算已经开通仔问通风啊，也拢无效。囡仔过敏的疾病愈来愈多，儿科医师洪华喜顶一日伫咧社群媒体分享一个个案，有一个囡仔扫真久扫袂好，过敏真严重，症状拢无改善。后来才知影，这个囡仔因阿公拢咧厝内食薰。胸腔科医师讲，二手薰已经去互国际癌症研究中心认定是一级的致癌物质，嘛是环境的过敏源，会引起下骨、过敏性鼻炎、慢性气管发炎等等的症状。就算开通仔门通风嘛无效。之前正好是呼吸道有发炎，这个二手烟这个状态就足以构成他咳嗽的原因的。二手烟的危害只有在家里面不要有人抽烟才有办法解决问题。根据国健署的调查，咱国大人食薰的比例虽然已经为2008年的21.9%降到2024年的12.8%，不过家庭二手薰的问题从到大也是真好解决。2021年到2024年，为原底的28.9%压悬到35.6%，增加超过6个百分点。去年健康促进年报嘛显示，平均每3个人都有1个人家庭有二手薰的问题。反食薰的团体表示，最近这几年电子薰、加烧薰等等新型的薰品，嘛会恶化家庭二手薰的污染。很多的有毒的化学物质，它一样有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所以它在室内使用，事实上对家人或对你的同事、对你认识的人，其实是直接的一个侵害。国健署提醒，二手薰会掉伫咧衫、头毛、壁、甲刀啊、椅啊等等，形成有危害的物质。
会变作是目睭看袂到的三手粉，持续对厝内人的健康造成影响。呼吁有食粉的人，都要尽量利用多元解粉的服务，共同打造无食粉的家庭环境，来守护亲人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前，大饼扫彰化县的统计讲，最近这大型家具的粪扫量加买5成。清洁队就表示，有的这家具会来先摕来做中古的，互民众会当来换，也有粪扫减量效果。床底桌啊，就连轮椅嘛有。年尾到路，袂少人拢开始摒扫厝内，有侪民众单调的家具，其实拢也会当使用。园林清洁队就设二手家具媒合区，要替旧家具找新的主人。清洁队内底有阮用，阮就替啊。这囡仔读册嘛真好诶。废物利用嘛，那我这样会不会单调不差？这些东西原本是个垃圾，但是如果你不来拿的话，就可以形成资源再利用这样。那我们经过管理之后。现在的垃圾量在减少，而且可以变成有用的一个资源。年节进前，大家大摒扫，中华袂少公所清洁队拢有提供免费的大型废弃家具清运服务。环保局表示，侪人为着省钱，会赶伫这个时间清运。今年到目前为止，清运量加差不多5成。环保局嘛设再生家具厂家二手物中心收生活物品，除了有效运用资源，嘛通减少粪扫量。今年平均起来应该加超5成有啦。木造的家具吼，阮伫秀水有一个家具厂，阮会摕去遐整理过。年11月成立的，1月啦吼，平均民众管的面超350件左右，我即马民众来交换的嘛超过200件。民众对这种二手物的再使用的感觉应该都拢会当接受啦。环保局表示，希望透过二手家具物品的媒合再利用，改变民众的消费习惯，建立珍惜物品的观念。另外，环保局嘛呼吁民众，年节摒扫就要开始做好分类，减轻环境的负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那讲到这接地文化是咱生活当中真重要一部分。19世纪的台湾就是透过地米出口，走向国际贸易。今仔咱用科技，互全世界拢来认捌咱台湾。有民间的科技团队加台大团队来合作，透过实景技术做一出东方美人的剧场。现场观众有请茶艺师来泡茶，互观众来啉，会当哪看故事，哪食茶。这杯茶哦，是照你要求的时辰版的，结果咧，我一咧看吼，拢总着缘啊，茶菜吼全部拢求甲这款型啊。透过 SR 引电实景的技术，带观众进入19世纪后期的台北大潮亭，看东方美人茶是安怎出现，甲台湾茶外销的故事。有民间的科技新创团队甲台大资讯网络与多媒体研究所合作，改编作家邓玉辉的小说《东方美人》，佮结合地质学的音乐，创作沉浸式剧场，希望互观众透过五感去感受故事。2年前啊，我来这个所在听到简碧清伊甲因翁婿伫咧遮拉大提琴，甲伊有一个嘛是茶席拄啊好，我伫咧做即个 XR， 可是我想讲除了即个鱼啊、甲片、甲喙做伙，我还用迄个目睭甲即个故事甲结合做伙。甲东方美人这款茶米茶，因为茶青着烟了后，茶会有别的香味。为着要互观众哪看剧情，也通哪享受茶香 ，XR 沉浸式剧场结合虚拟甲现实，现场原来有请茶艺师泡茶，互观众啉。在几出戏中间，拢总通啉到4种茶。头一支是碧螺春，是绿茶；那第二支是冻顶乌龙茶，是咱台湾遮的特色茶。第三支是东方美人茶，佮第四支是老东方美人，都是泡茶这文化加入入去。我相信啉茶的人会感受搁较多。SR 剧场拍算拜2、拜3办伫台大，制作人表示，150年前台湾透过茶米行向世界，即马咱用科技互世界认捌台湾，嘛希望透过文学、音乐，也有 SR 技术，互观众伫虚拟甲现实之间，看19世纪的大潮亭茶业发展的改变故事。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因为全球暖化影响，这北极熊因的生态地减少，无所在通住，也无物件通食。不过有科学家是发现讲，伫咧挪威是真有可能，因为这海冰拢扬起啊，这蜡物电导变甲较集中，愈好了，所以这北极熊是愈食愈大颗。北极地区的冰架受到全球暖化影响，一直咧求水。
科学家对着挪威伫咧北极地区的斯瓦巴群岛做27档的研究，发现当地无冰格的日子增加100天，平均每1年增加4天。科学家嘛追踪700只北极熊，发现大汉的北极熊的体重并无因为冰格减少来变散，伫咧2000年了后，颠倒变肥啊。What we see then is that when they are on land, they do take other sorts of prey. They hunt reindeer much more than they used to. We get a lot of observations from people seeing that, and we also see it more frequently ourselves. 研究人员讲，可能是因为人类无去继续乱输捕猎，互北极熊甲海象的数量增加，北极熊更较高找到猎物。因为即马冰格的面积减少，互海拔分布的所在更较集中，互这北极熊的捕猎行动更较有效率。安尼嘛，互因更较高囤脂肪好过冬，或者是探后一代。毋过全球暖化若是继续，时到若拢无冰啊，北极熊可能找袂到食，腹肚就爱下起来。We do think that in the future, at some stage, we will see the bears starting to get thinner. So the good news is that we're not there yet. And why we think so is that you don't find polar bear anywhere in the Arctic where you don't have sea ice part of the year. 科学家嘛警告，北极熊过掉安怎，就是全球暖化上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也就是咱人类爱好好面对的问题。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庆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